咁即係嘈啊！咁風面系統啊嚇，呢邊吹緊北風，呢邊吹緊偏東風，呢個係風面系統啦。跟住轉吹東北風。到下個星期好特別，因為下個星期有一個強烈東北季候風會抵達廣東沿岸啊。到時候呢個係會轉吹東南風，然後北面有北風落緊嚟，咁北風落緊嚟啊！氣温會下降啦，上面係北風，而呢個係暖濕氣團啦，呢個係冷風啦，冷風會降至市區降至9度，新界可能8至7度啊。市區9度，新界可能嚴寒啊。市區7度，市區嚴寒啦，新界可能降至6至5度左右啊。唔排除可能會有改動啊。再睇埋降雨方面啊。睇依次預測講緊係2月27號嗰陣時的天氣。香港降雨情況，廣東沿岸降雨係比較多，而到28號之前係預測到同一部低壓槽嘅風面係相當接近珠江口一帶，珠江口係會有強烈雷雨區喺該區發展，唔排除可能發展較強降雨影響香港，因為到時有兩種氣團，第一個氣團就係東北季候風啦，而第二個氣團係東偏南風，呢個係會形成降雨嘅。至於廣東、香港沿岸係會漸轉多雲，係有幾陣雨啊，可能會有雷暴出現啊。
然後封面相當接近澳門啦，相當接近澳門，呢個澳門啊，呢個係Macau。This is Macau。隨住低壓槽遠離之後，廣東沿岸至星期日係會好轉啊！星期打係會好轉啦。